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廚房。炸香蔥係越南料理中非常常見嘅調味配料。首先要將紅蔥去皮，切成薄片，裝一細煲油，倒入切好嘅紅蔥片，開中小火。當油好似4分鐘呢個程度就轉小火。呢個時候我哋要準備一個碗同埋隔油用嘅篩。如果你覺得我嘅影片都唔錯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啦！你嘅鼓勵同支持係我繼續嘅動力，多謝晒。當我煲邊嗰啲紅蔥片炸到金黃色嘅時候，就要注意啦，唔好炸過濃，因為紅蔥炸過濃呢就會變苦嘅。紅蔥片好快就會變為金黃色，好似咁嘅樣子，咁就要即刻熄火倒出嚟。炸完嘅紅蔥蔥香濃郁，帶有甜味同埋焦香，顏色金黃，係好多越南街頭美食同埋家庭菜餚嘅靈魂點綴。炸蔥嘅油可以用嚟拌麵或者炒菜，香氣四溢。唔晒嘅炸香蔥可以用保鮮紙包好，放喺冷藏度，放幾日都係酥脆㗎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頻道並撳埋個鐘仔啦！感謝觀看，拜拜。